关税风暴压境，岛内大罢免持续，民进党拼返乡动员，所谓境外联署新招不断。岛内舆论批评称，如今特朗普宣布对台湾地区课征32%关税，民进党当局拿不出具体因应措施，只会纵容亲绿团体搞内斗，用恶霸转移舆论焦点。今天台湾的媒体，大家都在用大海啸来形容这次的关税冲击，但是呢，大家看到的是什么？赖清德等了4天才拿出了所谓的5大因应方案，结果这5条方案大家一看，其实就8个字，叫做对美服软，对内撒币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台湾社会在深深的反思，如果大罢免让民进党得逞，让民进党万一成为了立法机构的多数的话，那么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，再去紧紧的靠拢美国？到那个时候，美国会怎么对待台湾？台湾又应该怎么自处呢？